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浩明，欢迎收看《暗乡方法》。讲到农村，没想到是乜嘅建设，係咩無日無夜喺田地裏做事。今日我哋邀請到嘅農村藝術家龍彥峰，佢哋同講，而家農村可以過嘅多姿多彩。彥峰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美濃嘅龍彥峰。當初過來做農吼，係你自己嘅想法，還是個人家睇你係喊過來嘅？我過來主要我一下都好要轉換跑道，係啊，因為我爸爸過身，所以我媽就講講，留下來睇片你冇關嘅，有人過來講，所以我一下就過來講田話，係啊，所以就按你演員就過來。你以前係做乜嘅工作？之前同我一家喺高雄做安尼有關教育訓練方面嘅工作。教育訓練嘅工作，嗰時其實亦都係陸下有一些變故，陸下有過睇片嘅木瓜人，係咪？冇人照顧。爸爸媽媽其實年紀嘛過睇嘅。係過睇，就差唔多六七十歲有嘅。咁問題係做農安嘅東西吼，唔係講係幾乜嘢我可能教育冇做嘅，我跑做業務，安尼跑道，因為做農安嘅東西唔係使要睇天數做嘛。我本上就農家子弟啊，我結種之前攏提安尼，先講安尼喺農村的生活，就屯屯探沙天做事安尼，安尼結種之後，咱去落去讀書工作安尼。嗰時都變成講，以前喺讀書嘅時間，還是有放假，還是一天數。嗰時做其實當初節目怪人，唔可以講有啲佢太動經歷佢困難嘅過程。其實重新學先咧，每個人限時睇天數嘅，攏唔知啊講其實木瓜樣種啊樣做，其實攏唔知。都當天數摘木瓜啦，講做安尼一個簡單嘅洗頭嚟啦，限時下嚟把以前種木瓜，所以限你而家個休期嘅時間，差唔多嚟周邊下嚟能開始種木瓜嘅，所以接觸冇多，所以我過來就屯嚟把嘢呢木瓜班嚟嚟條阿伯。也講嘅藝都好嘅同學，以上弄嘅題目掛班嚟，就滿年啊，滿開樣嘅種嚟。不過安尼交流之後，係用那種聽到一種慣性嘅農法。結果剛剛講，雖然講產量大問題，不過真係讀到安尼那種台風天啊，也講那種雨水多嘅時間，木瓜順順都大蠻多。按涼太時間，人家使用冇。所以安尼就會做出來賣，就做出來嗰種時代合體路來種來賣。變來講，如果以後喺招價嘅市場，一直那種生活下過嘅生年，直到講800風災時節，可能你木瓜樣本，安尼莫拉克颱風吹安尼就係唔係影響風吹黑，吹得咪洋葱等於講以後長到啲盆，你木瓜做嚟摘，變來講全都分果囊做嚟摘嘅。所以以後我哋就講嚟摘就去環島。兩個人就講木瓜就唔整理，就表面去環島。佢環島過程中，佢看到講，台灣其他地方，人哋木瓜依然用嚟種，部分下嚟，佢係講人做乜同採購些人咧，安尼木瓜也係好好，佢也是邊用嚟種。佢其中一個部分就提到安尼華東一片嘅時間，我想講人對安尼自然農法，那個部分也講種有機優山土地嘅那種種法。佢流行，佢用一種生活嘅態度嘛，佢人哋感覺講佢吸引人啦，所以可能過來時間就800風災過後，我哋就轉有機嘅方式。佢一個基因就在因為佢咪沙灘屯面愛上天人，你沙期去開個導覽技術班，就慢慢接觸講一種對土地友善嘅一種觀念，所以可能一般人就可以再轉完全用自然農法。譬如講可能多出來，當然多時間來。從事其他方面，比如講，安尼馬桶時間同那個時期伊接觸安尼沙期營造嘅部分，所以對那個沙期營造部分可以試向自己付出，因為本身以前過來之前，會做一些創作方面嘅，比如講石雕啊，所以沙期營造時間，希望去用去上雜師，很多叫上雜師，九重林上雜師。所以我就講我研究冇創作嘅，唔講係個上雜師，我感覺停攏起來啦。所以我一一時間係同個時間係要做嘅加做嘅行啦，比如講一腳踏進9重林嘅那個
大石雕一个大脚丫，过一个安尼不锈钢的牛头的雕塑呢，就加放过一个蝴蝶安尼装饰来讲，就同时间就该做下嘅。所以我艺术创作还是对那个沙器人做开始一起发来，哎呀。他唔惊一下会讲也3-4年的事情吼。其实我哋第步吼应该有几多的转变，几多的学习吼。我哋后面慢慢的推体力开始落，因为你头都讲几多重点，体力重点都讲，你一开始你讲你以前系惯性农法时吼，我哋你讲嘅几多的农民嘛系安尼，你真正你太出的时候，他讲你你签，好目签，好。如价钱都会少，但是少的时间，你就这个又堵唔到这个的时间。台风一来，又全部水呛呛。像人家米农还是有安尼情形嘛。所以米农跟因为前面小番茄，佢生型加湿嘛好，所以家跟不管人变少的，家以下拢太部分拢做个咧做小动的时候就前面小番茄，那么就断头的来掉，吼唔短期的唔加湿利润好的。就做得避开咧风台落去时节那种损害，亚里的利润也好啊。还有个白玉萝卜，白玉萝卜节嘛，相当做活动那个时间。米农的农业，他看有的看到真的有在做事情，因为人天品种吼，人的米农，我感觉到哦，做嘛个，人种tomato又可以种安有名，人种迄个萝卜的又可以种安有名，我哋嘛种萝卜的，我哋嘛种讲小番茄啊。这种人讲，推销的方法，无你讲向农民去看支持的力量，都系无共用。系啊，因为本身系咧米农区一个算一个观光的地带，所以讲平常就几多人客就考虑米农行了。农批也有透过一种板块桶的方式，一种凝固的方式，让大家来参与。比如讲，来有东西好食又好搞，就再加上一种农会的安排一个把像个农村的小旅行那种方式来进行的时阵，所以嗰是大么多人来同下来参与安尼。我发现讲人其实米农业有一个quite特别的一个特色，就讲人的团结性quite强。系啊，那对于米农一块土地的认同度吼，像我哋共样喺六队，都因为我哋听唔上，因为感觉到讲做唔能做乜事情，人都好因为也好，人都他有很多能力，很多人做，甚至你看你这个有限的时间，为做杀农教育啦，哈，还有我哋做我哋注重我哋生态啦，因为我哋从对人的过去的事情，他有一些了解。你都还没同我哋嘅观众朋友介绍啊？马上到食农教育、商农教育啊。商农教育主要讲吼，以下你可能学生喺嗰度，其实人吃饭吼，唔点讲反对来，用来，所以讲你今日生年嘅，家家睇人上唔可以俾人去讲去到行到全球去听书，所以讲商农教育主要讲嘅吼，本生年讲就讲食物是从哪边来的，好，沿用嘅生产，过程中沿用嘅去采收，过用嘅去做出来，每主要本身去了解讲，一个食物产生的一个过程。用生意的地讲，用嘅食物用对农田到餐桌，从产地到餐桌那个观念。因为我本身归来之后，我就系咧耕田人嘛，所以讲。耕田之后，我哋要转吃下农法嘅方式，多出咁多时间，所以我哋开始思考讲，因为透过板块桶嘅方式，本一多年来认识那种友善土地嘅耕作嘅方式，所以我就食农教育係其中一个部分，包括讲跟人客帶來我一家嘅田球地杯，參加如果係同埋天主師傅嘅，第一講綁路批嘅時節，通下來綁路批嘅，即係反薯嘅嚟到。佢就透過那種嘅過程，親身去體驗去講述，那種應該完全冇用農藥、冇用化學品，那種方式，馬上同做咧有產量，又做咧那種方式嚟俾體驗講，其實唔耕田用嗰多種方式啦，唔友善土地，唔對環境來講一個好小事講咧，讓生態係咧豐富嘅，地位嗰度，將喺田橋地位，就有安尼。經過少看到嘅野兔，相當就會做喺田橋。會有兔嘅，係會有兔嘅，
哦，过行的啊，来条啊，山猪迄条拢我下拢来田球伊。你把我有山猪哦？我有山猪，系啊，因为下来我听我沿韩国听我那个六角羊啊，好当下摆因为我睇台四级格嘅，系啊，所以都有个迹象，所以讲透过那种方式吼，带年下来看，系啊，比如讲你去了解讲，友善土地环境之后，同样工作方式友善之后，啊，其实跟人生活多样性，人类又做咧从下来共享共有那种生活方式，主要讲对下人钢铁人来讲，下人身体嘛强健，系啊，下人透过来办活动的方式，下人嘛有输入，系啊，又做咧传达讲对土地友善的条观念，刚刚下人一种改好的方式，过下人开始陆续又开发讲，比如讲爱活干，系啊，因为我本身我做创作嘛，所以我又会介拿下做安尼草人的，做安尼稻草人，所以来我会做编织来条。变来讲我又介多样性，迄边行动样嘅地方，我连那活干拿煮茶室，系啊，所以活干煮茶室就活干茶安尼，系啊，所以因为完全安尼安全的无用药嘅，无用皮料来条，所以变来讲。就伊个变原料来讲，可能唔係講一個傳統嘅嚟種農法，好轉安尼種自然農法之後，可能安尼發揮創意，唔看一個活干安尼從自我誒，好仲係包括講一家留種疫苗，好，各位手插秧手割，各位一家用一條曬嚟過，各位農會做本他家是活干又做嚟拿來做活干茶，又做嚟做稻草人安尼。系啊，做一个工艺品，就做了一条龙的方式来呈现创意啊。利用价值的可以多。嘿，就变成一种多样性啦。各位观众朋友，体育团都按精彩哦，无想到我哋农村听下哋以前上嘅完全无同样嘅。休息一下，等一下我哋揾一個精彩嘅故事。咁從咱呢，你這個本身無種一台一度啊？細年呢，跟大年呢通下來。創作嚟嘅小孩去世節過程當中，變咗咧去呈現延平從米點和高鹽不同嘅特色，開始讓上他們多年後，做咗用不同嘅方式嚇，嚟介紹下嚟家鄉，介紹下嚟沙器，介紹下嚟以下係咩嘅地區去發展咧，係咪嘅？歡迎過來啱陽方法。上一節嘅節目，來自米農嘅龍岩鳳同人分享，佢度睇米農除了做農事以外，還可以過一段時間來做別的事情。岩鳳，有一件事情，佢有興趣講，其實你偷偷有講嘅一個最重要嘅事情，就講八風災以後，你同人家嘅人朋友，撈全台灣是一通。其實我最有興趣嘅就講，對你開始轉。講轉職嚇，轉職業都做農，都更加你可以講你做很多事情。啊，像冇人農，有個反對嗎？唔會咧，就可能之前嘅工作係咧上班攏佢按下班模擬模樣，呀壓力嘛大問題，所以係咧過嚟耕田之後轉自然農法之後啊，變咗講，係咧我去學習，嚇對生態啊，對人哋人文導覽解說嚟到，都當然興趣。我有參加沙期活動、沙灘活動、愛上研班嘅活動，變咗講啊，自由度高，時間咧彈性大蠻高，係啊，過去可能咧就學嘅對人哋事業嚟到，工作嚟到都有幫助。反而講，而家講係喺去杜上上班以外，係啊，冇辦法，你去上班嘅話冇辦法衰到嗰啲自然性，所以講係啲自然性可能講係啲5、6點，啊，嗰一種係啲最崇尚嘅自然性。應該人家講自然農法，自然農法過度細條嚇。以前如講農藥安尼殺啦，都唔是啊。可是自然農法唔係講唔可以殺農藥嚇。一般咧，你講講農藥殺嘅就冇從嘅啊。真正嘅話，因為農藥佢也慢慢嘅啊，一細一多，從嘅越來越多。反而講用自然農法嗬，只要唔好形象嘅講，我追求大問題產量。前次用來，嚟係咧係工商啦，主要講第
在多出的时间吼，做得去做对来嘅社区、对来嘅社会、对来嘅环境，尤其讲对爱一家，吼，爱想爱发展爱一家，系嘛嘅，吼，爱像爱啦，爱就对生态都有兴趣啊，就发现我爱就变成一个生态导览解说员，我爱透过来嘅去行安尼黄泥翠谷去做调查，做山间的调查，做爱像安尼3年份的时间，我有安尼灰面黄莺那种梦境，因为过境来安尼密农，爱就去做调查。过像安尼哺乳类动物来台湾，还会做监测啊，哎呀，其实像安尼其中一项安尼实现梦啊，就可以好来一种也算一种保育类动物，哎呀，过来个实现梦啊，迄部分啊就可以转化成一个版画创作底部一个动物，哎呀，主要不仅底下讲吼，安尼密农，你看当初做乜个反水库就讲，安尼像爱咱过来时间，俺底下讲，来到前边人做乜个反水库？过来参加来到调查之后，发现讲，安尼密农，这种山地部的环境啊，生活做得多样好。变啊讲，安尼时间来做调查，来仔细看到，来又可以转化出来，变成一个艺术创作的方面的时间。不多人去了解讲，哇，原来係呢，所以來調查嚟就好，就來個變成講一個生態導覽解說，分享帶本來人面容嘅學生嘅也好，也講來有影響也好，變了解講，真是為了係你環境係面容人，係你團結係你意義係你來，真是要跟嚟就好山好水就把你指數。就經過咱嘅農寒時節作為調查，做導覽。反而接到以前做乜米農以前反水庫，因為他個人哋講水庫一做成米農，唔係講人來牽走，其他一條生活全部冇地方去。係啊，可是但是你冇聽到反水庫嘅時代嘅年代，但是你更加係用另外嘅方法，開始去調查下生態，調查下塊地方，看到每一年我有黃蝶翠谷過來，我有其他人物過來嘅時候，那發現講當初人嘅遷移反水庫嘅錯嘅。係啊，其實嗰種冇當初嘅反水庫，你都冇係冇也得有好年嘅可以過。冇錯。咁從咱嘅一路化嘅行業嘅培養，也會路線圖強樣，還是其實一家個厲害，一家個注重嚇，像。因為講，其實伊係你好多人，係啊，伊加過來之後啊，就會講聽係過來面農之後，慢慢會講，佢開始講合法，伊嗰陣時學已經合法講嘅梗係差唔多嘅。係冇簡單嘅，係冇簡單，因為主要伊對係客家嘅文化嘛有興趣啦，所以講伊就專注於客家文化一種導覽解說去傳承，都好有機會啦，就面農起來就有幾下嘅客家嘅，就係你國小嘅也就看到係能偏重係有個創作，有個對生態嚟就對牛嚟，係加對牛嚟就有係能有研究，就做帶導覽解說，所以係能就會被邀請講去到喺各個國小裡面去授課，客戶一個社團班啊，用嚟就一天數教學生嘅，所以大家一個基人就係講喺種東西對寒暑時間去教育，加能第一傳下去。你係呢種佢重要事情，因為人哋話變咗講，人帶人新人嚟去行總條，係啊，去行嘢，因為見啲新人家講，睇人啥攏直接計送到學校地步，有啲位公佈時咧，有位計做學校地方不用考慮，攏出來下課時間冇想攏查實去，年又做出嚟，人對嚟嘅社區，變咗講嚴謹對社區唔認識，爸幫咪去來嚴啲，行到來會主動來嚴啲。所以講，你香港透過來種方式，對了解嘅對鄉土，對生態生環境，跟細年嚟慢慢嚟講，用呢種冇跟一般呢種教育嘅方式冇種方式去教育。所以講，像係能拉研究再去做為那個小孩趨勢基礎啊，主要講，像係人同佢教育，係能去拜訪究竟學校嘅教種，係能去有倡言，本細年嚟同下來做擺攤。擺攤主要用於美國嘅嘢，講嘢用嚟教嘢用嚟傳承。仲有講，其實因為上度有講到啊，你面農嘅啊，你擺蘿蔔節，其實面農嗰度活動，我嗰度活動以都嗰一種較為常樣嘅方式呈現。嗰下呢，主要係呢班小孩其實主要做嘅係一種用文化藝術所做嘅一種方面一行。
主要讲透过那种声音呢，跟太人呢通下来，创作来给小孩去世界的过程当中，演做咧去呈现演品从美感和教演不同的特色，演发展的方面呢，来呈现出来，本大家总体呢，你就三期的机密那种面，就安尼演咧其他的爸爸妈妈弟，甚至讲工程结社的学生的，目前在底下讲。面农还有农山结社，还有金融结社，所以啊，你就跟来到结社的小朋友，怎么适合起来，提货结社来办一个来事情，我也就跟面农来到奇面体系来到优秀的后生研究来创业，沿用不同的方式，提面农啊，也起身来有大咁样的那种过程，透过来个世界的方式，摆摊的方式，愿意分享，愿意设计一个。发通一个 DIY 行程，不断来体验。所以在个过程主要唔係講像係總頭嚟教嘅，唔係講係像面容器嚟教，係有像就嚟個透過嚟一項樣路嘅小食標出嘅時候，本嗰樣時期嘅人，你嗰個見有啲行嘅一種主要係一個親子一個關懷那種互相一行，佢嚟發現講吸引他們到那種外縣市嘅人共同來參與，做嘅。開始影響他們多年做咗用不同的方式單論生意呢，可能來介紹下啲家常，介紹下啲沙器，介紹下啲以下係面農、奇面體系的發展呢，係嚟嘛嘅，嚟係嚟目前做一件事情。可是你哋因為小孩去市集生意的去實習，伊本身同一般的農業實習是冇同樣。冇相同，係結合農業跟人哋所做，因為後生嘅鼓勵。奇面體系，每講像鋼鐵咧，因為多出很多時間，嚟去發展嚟嘛嘅，從嚟除了講嚟發展嚟為生態導覽解說智慧，係對工藝方面，傳統嘅那種工藝，所以係要從老師傅學一個安尼頭擺嘅安尼環境，看環境咧法，安尼人嘅，可能講茶具，係茶具人，佢係安尼就安尼結婚一下嗬，佢會安尼。控紅包，安尼插頭髮啲反人，嗰日去看上會，安尼吹，四上會安尼。嗰叫我看到人家做呢東西。將嚟看到早期老人家有以引去搞嘅時間，安尼就去學。呢度東西學起來，佢比如講，嗰個藝和剛才就講到嘅，藝去編織安尼，佢藝學藝安尼其他一般嘅辦嘅事出來嘅，係對佢有新意。所以講，唔係講係像安尼。像為安尼鋼鐵生產農場，其實嗰度後生嘅以用其他的方式來做。問題是唔係佢冇人係能家家弄去買去，去擺攤啊，去講去做嚟就事情。一般嗰度係文創實習。係文創實習，嗰時候講係一般就講奇面沙奇面體系，就其他嘅面農，加佢那種冇那種文化那種藝，加佢偏藝術那種文化嘅。自己來呈現，所以但能討論就按你創作來嘅事情，覺得很重要，就由來就好想來同我來討論。用嚟講，依間好嚟到學校嘅生意嚟，也講言對大家有興趣嘅生意嚟，同下來跟那個事情嘅。佢做乜嘅按到生意呢？佢做乜主條比我哋小孩？對農村嚟講，生意就是一個波，所以講係當初嘅想法其實佢簡單。孫女來阿公阿媽就會談論來，爸爸媽媽就會談論來，那個想法。過嚟講，一般來講，係目前你教育也講那種所做，係對生人開始就人不有那種一個想象的空間，人還是有看過。當然對太細的時候，你有看過很細就係長阿公在一個大哥哥大姐姐人做那條東西啊，佢好高啊，人充滿了創意。所以我做嚟講，人那種影響時間，所以人在學習的過程，人成長的過程嘅時候，你就會引發人去創作。其最後一個主要目的係講，人對那個環境、沙器、土地要有連接。唔係講看到嘅像阿公阿媽，也爸爸媽媽，其實佢到嚟就係你後生嘅古來嘅，後來的大哥哥大姐姐，其實喺那個農村，佢有發揮。大家都有認識，對生意嚟開始，對生意開始。同一般嘅實習冇同樣嘅係農業方嘅生意來實習，係一種希望對生意嘅開始去教伊講
可正确对待我哋环境的方式。休息一下，等等一下再来谈其他故事。故事其實頭講一點，我感覺到觀音同你講，10年來太年輕。真正的心中一條啊，從嗰條全部拿出來，那種畫面可以寫信。啊，我係想用係去轉換，一般人想到開心，會開心的。其實咧，我喺傳達就講，唔講唔開心之後，真正係會開心的。其實伊係呢個悲傷的，以模仿，以為了以生存，所以可能你生涯攏做不完。歡迎過來暗鄉風法。上一段節目底部，人朋同我哋講，伊個半農半 X。我哋每一下人朋，馬上半農半 X 啊。半農半 X 主要一般的時間去耕田種作，另外一般的時間用來發展其他興趣的事情。像我興趣啊，我就用主要係藝術創作方面。嗰時伊個意思就講，唔可以做乜個事情都可以，但是有一般事情來做。農田做農作嘅事情，好，但是剛才我想，個中華唔講係全農咯，全部做農夫咯，中華一天要半農半 X。全農嘅話嚟講，伊嘅投資嘅較個多，又講因為唔搶到嘅全農嘅收益啦，唔可以講半農半 X 嘅話，唔係有另外一半嘅收益啦，所以我會鼓勵講啊，香港人咧佢嚟講，喺農村。工作的話，耕田的話，最好用半農半 X 方式來做。其實咱唔係講係鼓勵人嚟做哦，像我嚟講，有看到講米農其實佢都老人家研究半，其實研究做之前用半農半 X。唔像米農喺做年嘅那種老師傅啊，因為一般嘅時間伊去師傅嘅，因為去種鹽嘅，過閒嘅時間咯做乜嘅呀？伊就會做門糧，係啊，比如講做安尼，做到講到安尼肥皂啦，伊唔係相同安尼。以前我會耕田，按過一般的時間，要拿來做來就有嘅冇嘅。啊，唔係時間嚟講係見邊啲，你安尼因為氣候嘅關係，係農產冇收入，係有其他部分做嚟補助，係就做啲安尼方係做啲長期喺農村帶下來，唔係講因為講哦颱風來，就做太水嘅，吼，就水上嘅樣嘅，喺條農產有冇嘅，係有冇其他轉廠，所以講嗰度香港嘅農村帶下來。主要就以現在那種全農的方式。以前吼，我哋常常談到瑞士，嗰種人吼，春夏天天氣個好嘅時節，如果去畜牛的啦，吼，擠牛奶啦，做乳酪。但是伊個瑞士嘅秋冬天啊，吼，過長，嗰時節冇辦法畜牛嘅時候，伊就做乜呀？喺度卡做樹白位，伊等於做樹白位，伊啲人看一部分，伊啲村莊裡邊都可以適合出伊啲品牌出來。嗰時見半農半 X， 最主要意思就講，其實嗰種即係把人家嘅全部嘅心力，借一做農田嘅話，唔是冇乜結果。但是半農半 X， 第一唔可以發展另外一啲興趣，第二就講唔會有另外一個專長，不容易賺錢，係咪咁嘅意思啊？係，主要。嗰時人家嘅半農半 X， 另外嘅 X 啊，看起來 X 過太呢？過太，因為係。牽涉到層面大問題，因為我哋對社區環境，然後個人係自家創作嚟到，其實嚟到，我後面又發現講，其實都有關聯嘅啦。係啊，你將來去做調查，做對社區嚟到，伊對我創作都有幫助啊。因為我創作嘅靈感，攏全部對嚟向來嘅。嗰個今日我哋現場看到嗰度嘅觀念嘅，嚇觀念咧，無論我哋用嗰種道感，嚇做嘅嗰度東西，全部都自家創作。係啊，當初呢，我想要做觀念嘅咯。過年咧，主要米農嘅田園音樂節，以上嘅請老師來教用嘅嗰種過年。嗰邊係因為本身你做創作啊，我做飼料、做鐵雕嚟嘅。我想只不過係你每一材冇相同，我就係想講過年咁樣做，就上網一看，我說過年很簡單咯，像一個是種嘅竹竿嘅啊，你種嘅十字架上不做嘅樣樣嘅，安尼就很多過年嘅。係用安尼做嘅，係用一種藝術裝置方式去做一個工業方式去做，所以我就去看
人体的一种真实的比例，哦，也同重量的，哦，啊就跟个人的作为活灵活现，个人主要个人的地方啊，你结合个铁雕的部分啊，用个加去凹压身体，做压身体。伊变啊讲安尼，变啊讲伊干吼，就等于讲也屁股样的。你我讲我咱系咪？你咱系爱加含出啊，爱再跟安尼干再补上一处的，就一个关键的又再上活过来，哎呀，所以爱就跟爱之前学嘅东西该结合起来。嗰个过程之中有摆机会就学到来嘅。传统系咧客家人会用一种茶手的一种方式，好、会也就经常就该做一个来创来个系咧隔热垫嘛，啊，当初好像系咧那种平面的隔热垫的方式，所以我就会想，我用个该带入来，我创作地位，所以我就该立体化，所以我慢慢就该立体化，变来咧，好、立体化，嗰个咧，我就想那种立体化有摆就我。假的都好，安尼结婚的纪念日啦，我就想讲下来，买去钻石，还是搞来做个安尼摸的比好，就用一个量身定做的一个摸的做比。啊，嗰度唔做伊个钻石比哦。摸，钻石摕安尼，因为钻石吼，伊戴好唔好看，唔戴摸的话吼，你攞到要问讲，人摸的来买啊，哎呀，安好看，买个做的，哎呀，因为新的就好看啊。可是我有点问题，就想讲，像咱的你对好一开始我的那隔热垫，伊迄个平面呢，后来就做一个过有立体的，吼，我的咧用一个差不多的东西，专门做一个模的。其实也不越来越立体，但以前有安尼的背景哈，我想我算编出来的安尼的东西。无那种背景，哎呀，其实下咧在过程当中就一个主要一个兴趣啦，哎呀，啊有那个带出我刚刚。因为本身会创作，会用各种的媒材去发挥，所以讲就这个就可以叫做的进入一种状况，可以呈现出来。不是，对人家的故事里边，我感觉到讲，这个唔单止用自然的农法，来表我哋咧代替归来伊的营养类的方法，唔得把伊种出来的东西，唔讲我哋你拿来食。去无关买去创作变化去做无同样的东西，像我看到人家无关的作品，包括都同动物、植物有关系。我按希望按佢好按你的主题。因为所以讲，我对生态个有兴趣，从来会去安尼上海就安尼黄泥翠谷木树林上啊，去做调查，尤其我唔看种西路的，西路的唔看。一般来讲，能看到的拢是安尼非洲大瓜牛，一般山产店啊会拿来主食的那种非洲大瓜牛。唔看来个安尼台湾产瓜牛。哎呦，非洲大瓜牛以前出来之前啊，会拿养类似的出来种。哦，迄个，我哋万世看到贵上乱的用的吼，迄个人看到奇怪，我哋万世看到西藏，我惊变烂体藏。对啊，以进口之后反而伊就叫来掉。过唔看，其实。一般来讲，西路的啊，伊嗰度种样式，对啊，嗰度形状，可能你可以种一个安尼北洋的眼光呢，所以有烟管瓜牛，呀，那个眼看也形状，所以啊，除了做调查之外，看到也形状之间，就会带入讲，来创作的方面啊，很样个运用，变成灵感的来源。灵感的来源，吼，嗰度种人会从那个人，从安尼盾牌嘛，呀。但你安尼炖瓜牛，炖瓜牛，炖瓜牛，所以你看，你透过来太自然，以底部就以种以瓜牛的也呈现，就做了些从爱创作里面很多那种灵感。从只就根本，讲緊到全部係睇美濃人多嘅哦。係全部美濃嘅。我即個睇南埔安泰，我有時候看到安度種嘅瓜牛嘅。係啊，我哋感覺我哋萬世看到西路，我曾經萬看到安西，我覺到佢喺矮，我哋講個非洲大瓜牛萬世嘅時間咧。係啊係啊，因為冇想到講，其實我哋南埔應該講可能看到嘅東西已經過少嘅。好可能我哋話冇一啲沉湎喺啲山林地部去做調查，冇去看。我哋像我哋喺呢輩算是一個小型嘅都市，我哋咧河壩地部嘅東西都變得過簡單。係過簡單。
像咱的无关的嗰種創作地位，有話有蝦位啦，吼，有話有我哋看到有烏龜啦，吼，最緊要的作品就開心吼，可是啲作品我唔開心嘅，因為伊真是都把伊的蝦位嘅心窗打開來，都真係打開他的心臟，都做乜我想做呢一個辦法作品。其實吼，在就來因為我哋做調查觀察的過程中啊，就度多那種時間啦。過來就一直來停在腦海裡面，就充滿的不開心，然後一直弄沒辦法去釋懷，係用來講，人類怎麼用那種方式來對待？佢係一種用嘅場景，我看到很用嘅用。一下看到那個畫面吼，就一個用一個耶穌用嘅比雕的一個國外一個台灣獼猴係咪？台灣獼猴，伊就真正比鋪過來，吼，伊個這個安尼雕題嘅，係啊。所以講有個機會啦，就像講用有擺嚟睇佢哋嘅辦法，一個通過個主題嘅時間，就佢哋兩項，一方就安尼，甚至有更多嘅實現夢，過來給安尼開心好，怎麼來按開心好啦？啊，像我講，因為吼一般來講，比鋪過來咩，真正的心裝一條啊，從一條全部拿出來，那種畫面佢寫心，啊，我愛上用嚟去個轉換，一般人想到開心，佢開心嘅。我唔真正係就樣看你一地杯以後用嚟傳達意思講，其實係能人講感覺講佢開心嘅時間。其實咧，我喺傳達就講，唔講本唔開心之後，真正係好開心嘅。其實伊係呢個悲傷嘅，係啊，以模仿，係啊，以為了以生存，嚇，所以講你啲生養動作不一樣嘅。啊，我為就係講帶咗一種衝突啦，係啊，人間係有之間嘅衝突，所以我要想講，透過那種開心吼，唔看到那個字面，唔可以下有講很悲傷，啊，我唔係只是去看嚟寫文字嘅技術啊，怎麼會有開心我來給研究來時間，係啊，就講加入一種神思啊嚟啦。龍彥峰嘅創作其實也係靈感，嗰度來自我哋太自然，因為太自然比嗰度想法。我係嗰度悲傷，休息一下，我等看看啦。其實一般要做嗰度其他事情，從也開心後，他人看了以後，這個感覺。農村地杯農業廢棄物嘛，就可以拿農入嚟一個溯源嘅一個裝置地杯，一個元素地杯。係主要一講嚟件事情講，其實係你人類剛剛唔係種不止對通過，好，也講對那種生活的一種影響。翻過來啱用方法，人類長期以來對我哋大自然，如果你大自然係我哋之間嘅，我哋用一種最粗魯嘅方法去對待我哋大自然。直到我哋龍彥峰又展出一啲作品，講到開心後，其實佢係啲行為，心臟俾人打開來。像佢行為係咪如講，我哋係可能係一啲去人嘅地步食東西嘅行為，但係俾人扭到嘅。然後伊就用按呢啲方法去對待伊。但是我哋冇想到講，奇怪呢，一塊土地，又唔係係我唔係主人啊，按睇伊也要某個地方種東西，伊種我唔可以來生咯。像同我講嘅，像人家木瓜一樣嘅，話要土嘅，你話要山豬，還有薑嘅，話要薑嘅。像以前嘅話，我講我哋噴農藥，蟲係死嘅，青蛙嘛死嘅，10噸20青蛙3個嘛死嘅，好，叫臭油土。嘅土嘅嘛死嘅，某個東西就死嘅，最尾死嘅一定係人類啊。所以嗰種我哋想講，其實像做安度嘅一啲創作地位吼，係咪有佢希望講把人嘅創作同人哋咧生態嘅議題做一啲連接。係冇錯，所以講除了講，我剛才看到嘅用一種該轉換啊，係啊，該用。如果用版畫啊，用鐵雕啊，或者用一種某種方式嚟轉化出來，俾人看到。所以講，從我嚟經驗嚇，
你可以思考讲，来用咧回收的废弃物来创作，来给慢慢一个走向，尤其来看到农村地边，以下田球地边，塑胶化那件事情，他们严重，冇跟那个污盆诶种起来，冇当苗诶种起来，冇瓜那条种起来，几多？还有几多东西是咧水果如套袋，伊咧套哪怕咧冇套袋，唔会太硬讲。嗰人种陈米小番茄，嗰断条来条，唔会听我有苗诶，喺冇来条都冇得。问题是讲来条塑胶诶，用起来以后，政府伊冇一个废除诶一个机制出来，农民咯，按太量啦，也冇法，所以第二年呢，上到就这个路边，路边，迄冇就看到冇跳动作时间不用好笑，迄冇就搞个冇位就直接跳喺后方。不太水来就会打仗的，也来上。我个有冇想到讲，你个对环境的一个影响有大，所以讲系对台北一个安尼黄连季哈，伊就对本来是一个主题，就讲种系用个农业安尼废弃物也好那种东西来创作，所以我就用农村地边、田丘地边看到的那种农业废弃物嘛，就可以拿。融入一个溯源的一个装置底部，一个元素底部。哎，主要去讲那件事情，讲，其实汉人人类刚刚每种不只对通波，哈，也讲对那种生活的一种影响。你看，结果当我求讲一加油，有顺利。啊，我实来看，唔係講嘅每個唔日付出嘅唔當做嘅數據咯，冇，後來唔係一個已經完嘅，因為唔係有颱風喺度，一種環境嘅因素地背，所以講，搞到是上漲啦，你講係面農就一個水資源嘅問題啊，唔講唔工業味道嘛，唔講唔識按到工廠啦，都按到工廠唔到最後尾唔係，有奇怪，唔用廢水嘅水用，就當借翻人來。我儲滿水，儲滿農田利用的搶的水，哎呀，搶下的生命之水，農業的生命之水。啊，比方講，看到一個係一個惡性循環，所以我哋那個溯源地位，我就有講到來就不止農業的事業廢棄物來搶水，唔係根本係唔冇搶山，那用嚟流水，冇流水用會有天下水，哎呀，比方我來看一個整個大環境的一個影響。所以講你唔係因為本身有一個鋼鐵的農夫，所以就去思考那個東西，就可以轉化成用一個地景裝置方式來呈現出來。之前講嘅嚟到生態方面，農業方面，種作，用半農半嘅時代嘅力量去做，嗰下人一下嘛去做嘅事情，講跟傳統傳下去嚟嘅事情。因為人會學習人客家人本身就會那種醃製的文化，老師傅的傳統的工藝，幫變賣嘅人來學，學嘅人要再改變化，轉過來藝術創作方面，所以對師農教育方面人嘛要接觸，所以主要講係按樣嚟幹，係嚟提民農來做嘅事情，來創當到個平台。我哋米農嘅時間唔係搶來18年哦，還有其他幾多種選擇，也唔係講搶來幫落派嘅，係啊，係嗰種多樣化選擇本嚟到米農嘅時間，用幾多不同嘅方式來搞，嚟認識米農，可以透過嚟種，因為係去帶領下時間，係會去傳達講係救生土地嘅那種觀念想法，可以講當初用嚟講一群人會提米農，反水庫跟那種喺外面演變對用嘅。比方講，但係對在地人嘅自主性改革，對環境友善嘅那種就改革，那種觀念透過那種方式傳達出去。所以本人看到講，後生嘅歸到米農，也不講也歸到農村，唔可以先認識一家，啲能力之外，我就係講，唔可以用嚟發展，唔好變係傳統那種事情，係講佢重要。你好，傳統應該以按多年來、100年來，你就按那種其他嘅土地生活，係啊。唔講工業化嘛，那種冇啲特色啦。唔講而家，如果佢好搞笑，係你啲追求嘅係你在地化呢件事情。啊，我係你用嘅係一種工業嘅那種思維來做嘅事情，唔可以看在地化啦。所以我哋除了自己去做之外，我哋就
干过来就安尼休批，或者休长诶，先合起来，安通下来做。因为安尼单打独斗无办法从一个农村吼，去比如讲来个安尼喺传达东西传出来，所以他个适合他力量，未来嘛安尼较简单嘅传统啊，哎呀，来六队嘅传统啊，安尼本身就团结啦，哎呀，所以他个讲好讲有啊讲上吼来同他个拢发展，不管唔见面呢，安尼唔本身伫都市上也讲伫工业区去上班嘅，唔基本上喺鼓励农村。以下就有一群人，去鼓励，同人讲，请人跟人通下，人就会敢协助，只晓目标出来，出来嘅方向去行。像我哋今年吼讲嘅很多事情，睇個節目嘅最末啦吼，我哋像我哋對都市過來嘅一啲農家子弟，像有啲人，有可能睇都市嗰個人咧，慢講過後，冇講，佢想去轉職業。像推下你我哋啲朋友有乜嘅建議冇？建議吼，主要講唔說現在不管唔做乜嘅條路，我先對土地友善呢種觀念先去看呢件事情。唔做呢條路，唔對環境嘅危害嘛，唔對呢個社區有幫助嘛。吼，也講唔對大家傳統嘅演戲有幫助嘛。因為大家當然按你想嘅時節啦，像幾多資源攏會出來間騰數，係啊，因為安尼一下啲追求就安尼，因為個人哦唔會有辦法去做他家人唔想做嘅事情，伊就會本有辦法伫來個去生存下來，係啊，因為安尼，我就用我自家啲來講呢件事情啦。因為種係現在咧，安尼一般來講，唔能過啲時間，多人家會講啊，你做唔到事啦，你乜嘅尤其嘅啲人話做唔到晒，講唔到晒，你實際來講，佢係過來10多年嚟啦，係發展嘅嘢嚟講，係啊，所以講大家過來要有信心，係啊，農村只是係你來推年吼，即係講再過來重新發展一個地方，係啊，因為都市工業區其實吼一個變成一個惡性嘅循環嚟啦，係啊，一從來冇，因為我講啲發展嘅下一年專門喺裏面弄沖水咯，係啊，就已經一個大嘅飽和嘅啦。農村唔單止可以生產更多嘅東西幫人食，其實亦係蠻多人心靈地位最重要嘅一個事情。今日農業訪談嘅分享咧，如果一歸來兒農做農以後，伊發現到也生活個痛嘅，也會接受到嘅東西個快樂，伊話可以做更多嘅事情，同我哋咧兒農嘅議題結合，亦可以做更多社區上面嘅一個進步，一個東西喺我哋以前。像我講，我哋歸去農地地位，我哋歸去農村，上唔到事情。今日我哋歸感謝楊峰，就同我哋分享很多很精彩嘅故事。感謝，感謝各位觀眾朋友。啱用方法，我哋下禮拜再見面。可是冇講到經濟咧嗬。歸故鄉，人一天來訪，係歸當人一生嘅夢想。但是經濟嘅壓力，常常會主動自家。去完成安尼嘅夢想。今日美濃嘅農業坊嘅故事，讓我哋講，做農嘛可以做自家嘅興趣，做農嘛可以天助社區，教育下一代，做農嘛可以保護環境。可是冇想太多嘅，回來不錯嘅。